心想事成第28條法則，時常想象願望成真的時刻。如果你要將願望交俾潛意識去做，必須經過多次反覆咁進行先可以達成。對於較為熟悉摩菲理論嘅人，將自己嘅願望交俾潛意識去做嘅時候，無需要太多嘅時間，甚至只要祈禱一次就可以實現。但實際上，並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如此輕鬆咁達到目的。想要將願望交俾潛意識，必須花上一段時間，而且要反覆咁進行。譬如話，我哋要揼釘嘅時候，必須要連續敲打好幾次先可以釘得實。你唔可以過分心急，想一下就將把釘釘入去。當你要將自己嘅願望輸入潛意識，亦都必須依照呢一個方法去進行，唔可以操之過急。應該一次又一次咁不停咁敲打。假如你而家為咗居住嘅問題而煩惱，咁你要想象自己擁有一棟好舒適嘅住宅，唔理個住宅係建築喺郊區外面嘅獨立別墅，定係市區入邊高級嘅公寓都可以。你必須盡量去想象自己已經住喺入邊，過住舒適嘅生活。喺大家都為咗居住問題而煩惱嘅時候，你就感覺到好幸福。你嘅心入邊要有呢一種享受嘅感覺，能夠想象到呢個地步，就可以將有關住宅嘅問題完全拋諸腦後，心平氣和咁去做目前嘅工作。等到當日嘅晚上或者第二日嘅早上同一個時間，你都可以再想象自己住喺呢個舒適嘅住宅入邊嘅情景，並懷住感謝嘅心情，依照呢種方法每日反覆咁進行。冇幾耐之後，你一定會感覺到有一種轉機，好似呢件事情已經被實現啦。因為潛意識一旦接受咗你嘅願望，就一定會實現佢。呢個大宇宙會為實現你嘅願望而不停咁轉動。相信有一日，你會喺現實嘅世界入邊，深深感覺到自己真係好幸運，竟然喺呢一個咁舒適嘅環境中生活。圓夢小語，我不斷重複播放着願望成真的畫面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